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8月2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0篇，创世纪45章16节到28节，马太福音第8章第1节到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医治。在8月19号的读经里面，我们提到了一个医治者。我们知道上帝是赐给人们医治的恩典的，使凡是愿意接受的人都能够得到医治的恩。无论这个人是犹太人或是非犹太人，他愿意追求平安的人，他就得平安。要追求上帝医治之能的人，就得医治。追求上帝救恩的人，他们就得拯救。如同那一位与约瑟同被下在监狱里面的酒政一样，他说出了自己的梦境，也得到了约瑟的解梦，上帝的恩福。后来他被释放，重新回到原来的职务岗位，也如同法老王一样，做了2个奇怪的梦，结果在全埃及境内没有人能够来解释，没有人能够洞悉梦的内容。当法老王听到约瑟的解梦之后，就欣然地接受了上帝的安排。圣经上这样记载，于是王对他的臣仆说，我们再也找不到比约瑟更理想的人，因为有上帝的灵与他同在。王就对约瑟说，上帝既然把一切指示你，你一定比谁都有智慧，更有远见。我要派你治理我的国，我的人民都要服从你的命令。在本国，只有我的权力高过你。现在我任命你做埃及的首相。这是创世纪第41章38节到40节的记载。也因为我们看到法老王有这样的态度，他接受了上帝的预言，也接受了上帝的仆人，也因为这样子，就让全埃及人的生命得以保全，也因此保全了雅各、以色列全家的生命。今天的经文创世纪45章16节到28节，跳过了那一段精彩的兄弟相认。事实上，兄弟相认就是一个和好的医治，心中呢不再有恨，不再有疙瘩，是彼此关系被医治。这个医治是在上帝的恩典预言之下成就的。上帝让约瑟帮忙法老王解梦，因此能够保全埃及人全国人民的生命脱离将来的饥荒的侵袭。也因为约瑟能够以上帝的智慧能力来为法老王解梦，才被延揽进入在这个法老的王宫，成为全埃及的宰相，也因此有机会来保全他父亲雅各以及全家的性命。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第45章16节到28节，一开始是这样记载的：约瑟的兄弟们来到埃及的消息传到王宫，王和他的臣仆都非常的高兴。
他对约瑟说：“告诉你兄弟们，用他们的牲畜满载货物，立刻回迦南去，要他们把父亲和家眷都接到这里来。我要把全埃及最好的土地赐给他们，让他们在这里享受丰足的生活。你也要告诉他们，要从埃及带车辆回去，好迎接他们的妻子、儿女，跟他们的父亲一起来。他们不必顾惜那边的产业，因为埃及全境最好的都是他们的。”我们看到，不但是约瑟他们兄弟的关系得到了恢复，被上帝来医治，以色列全家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，让埃及的法老王也接纳成为上宾。因为法老王的命令交代约瑟要将哥哥们的车载堆满载，要回迦南的土地去，要将他们的父亲家眷都带来埃及，把最好的土地也要赐给他们，在埃及能够过着丰足的生活。这是上帝的医治之恩呐！圣经说，雅各的儿子们遵照了这话做了。约瑟照着王的命令，给他们车辆和路上所需要的粮食，又送每一个哥哥一套衣服，但是给便雅悯5套衣服和300块银子。他送给父亲10匹公驴，扶着埃及最好的东西，另售10匹母驴，扶着给父亲路上食用的谷物、面包和其他的食品。领受救恩的人应该要如何来做，或是说回应呢？约瑟这样交代他的哥哥们。圣经说，他送走兄弟们，临行吩咐他们不可在路上争吵。而当他们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呢，将约瑟还活着的事情告诉了他们的父亲雅各的时候，雅各因为忧伤的心，他就得医治了。雅各说，他们离开埃及，回到迦南地他们父亲那里。他们告诉父亲说，约瑟还活着，并且做了埃及的首相。雅各口瞪目呆，不敢相信他们的话。但是他从他们听到约瑟要转告他的话，而且看见了约瑟派来接他到埃及去的车辆，就不再惊讶了。他说，够了，我儿约瑟还活着，趁我还没死以前，我一定要去看他。在医治的事情上面，有一句话被提起，叫做主若肯。主若肯，就会让我们得到恩典，得到医治。耶稣基督医治麻风病人，他也医治了罗马军官的仆人。只要主愿意，这是出自于那一位麻风病人信心的话语，也是出自于那一位有爱心的军官的信心。只要耶稣基督愿意，生病的人一定能够得到医治。相反的说，只要我们愿意追求，乐意接受上帝的救恩，
就必得到医治，就必得到救恩。诗篇130篇，上主啊，我在绝望中求告你，主啊，求你垂听我的哀嚎，求你听我求助的呼声。如果你记录我们的罪过，谁能逃脱惩罚呢？然而你饶恕我们，因此我们应该敬畏你。我迫切地等候上主的帮助，我信靠他的话，我仰望主，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。是的，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。以色列啊，要信靠上主，因为他有不变的爱，他有丰盛的救恩，他要拯救他的子民以色列脱离他们一切的罪恶。感谢上帝赐下医治之恩，使我们从心灵来得到平安，罪得赦免，并得医治，来使人看见你的救恩是与我们同在的。从我们的生命的改变，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上帝的恩典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们。